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湾的国文课本。最近，意外伫中国的微博来订就到憔悴的大热门，讲这个憔悴量超过1亿次。中国有真侪网友学到着台湾的国文课本，采用繁体字，采用直向的排列，而且字句之间的距离嘛让较大芳。甲中国的教科书比起来，看起来加真舒适。阁有人话讲，想要来收藏着台湾的国文课本。也毋过，嘛有人竞体吐槽，讲这个简体字才有现代化，才对得时代。你懂有余味，一根朱砂到底见了谁？写繁体字，互真侪中国人看甲真喜喜。那台湾歌曲，中国人少咧唱，即马含学生课本，伊嘛拢抢咧收藏。册内底当伫咧写苏轼的《念奴娇》，到中国网友看到台湾的国文课本，感觉真新奇，铺上微博分享，想要到互大家讨论较真热，都有人学到，看起来真舒适，阁有人想要收藏。可能排版上的问题吧，可能整体观感，因为他们有点太密集。我觉得漂亮很多，就是有一些从古到今累积下来那种文化的感觉。和中国的国文课本比，台湾用繁体字字的排版，一撮一撮让真大方，下面阁有文言文翻译，更加详细，那真好看，读起来嘛轻松。国小国语的部分，其实间距通常是1行以上，那国中、高中大概是间距有1行。那这个方式呢，其实是方便就是学生做书写，因为台湾的小朋友大多都觉得说，哇，国文课的笔记非常多，都抄得满满的，没地方抄，所以这个是教育部他们在当时编写书籍的时候，其实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共识，都要把行距调大。不过嘛，有中国网友感觉无啥，认为排版简单，这是现代化表现。繁体字和简体字各一摆，引起大家讨论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